為提升服務質素，呢個電話對話會進行錄音。喂，你好，我想報修啊。你好，呢度係維修服務中心，我係阿明。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？我呢度係半島豪庭，我哋1樓大堂漏水啊。收到半島豪庭1樓大堂漏水，請問貴姓？梁小姐。梁小姐，請問知唔知漏水情況大概係點？例如係持續漏水定點？持續漏水，我從下午開始見到晚上返屋企，佢都喺度漏緊水啊。明白，梁小姐。請問有冇聯絡電話？我哋會盡快安排人員跟進。61726488。梁小姐，我重複一次，你報修半島豪庭1樓大堂持續漏水，由今日下午開始，聯絡電話係61726488，啱唔啱？冇錯。仲有冇其他問題？冇啦，唔該晒你。多謝梁小姐嘅來電，我哋會盡快安排工程人員跟進。拜拜。拜拜。為提升服務質素，請問貴姓？梁小姐。梁小姐，請問知唔知